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台湾非政府组织的工作者李明哲，因为网络的言论，5年前为澳门要到广东的时阵，互中国政府甲逮捕，仿用颠覆国家政权这条罪判刑5年，关于的乌蓝的加价。到伫昨，李明哲出狱了，早起为下晡坐无人机登来台湾。啊，这个防疫有规定，李明哲就要进行10天的入境检疫的隔离。伊的太太讲，若是一切顺利，会伫完成隔离了后举行记者会。厦门航空的班机降伫咧桃园机场，搁伫咧跑道行，就已经受注意。真侪媒体就伫咧商务通道路口，等的就是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。穿青13裤的李明哲，工作人员带去坐车做防疫隔离。伊人看起来较瘦，因为这5年来伊若离乡背井，搁互拐起来。根据生效刑事判决，李明哲将于近期执行5年有期徒刑期满，依法释放。李明哲是民进党的前党工，同时嘛是人权团体志工，当地伫咧注意人权和民主议题，佮和中国人士的关系嘛真歹，卖透过网络分享台湾民主的经验。想到伫咧2017年3月，因为澳门入境广东珠海，人中判决，今年11月去中国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5年。言论自由无罪。这5年，各界拢用无共方式伫咧声援李明哲，会由中国境界放出来。即马总算等到伊平安返来台湾，才会关心李明哲的太太，伊拢有收到啊，嘛有讲到，若是一切顺利，隔离煞了后，得正式开记者会对外说明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